即係其實睇得喺唔係淨係足球，可能喺其他項目，佢哋之前搞士碌架啊，其實都有出過好多各樣嘅問題。我會形容係其實佢哋對個體育嘅文化或者對個運動嗰個認識唔係好深咯。而家佢哋有翻個發言人㗎啦嘛，約阿發言。呢一場波咧，佢係擺咗20幾個保安喺個看台，零舍係我哋縮看台嘅啫，仲要着住係熒光衫，所以好差㗎，你一定會見到嘅。但係其他區係冇。即係呢啲係佢哋嘅保安嘅一啲，即係亦都令到球迷係會睇波嘅時候嘅體驗就會打咗啲折扣。其實真係講咗好耐嘅，負責管理嗰間外判嘅公司㗎，其實佢有經驗嘅。點解攞到今次個管理權咧？就因為佢喺好多世界各地同地方好有呢啲做大型運動場嘅管理嘅經驗，係理論上應該好知道點樣做㗎嘛。但係嚟到香港咧，有啲似其實西九初步嘅時候，咁好多外國人嚟到，有時真係嘅，水都不服。根本唔係好知道我哋文化係點咧，就衍生咗好多問題出現。咁其實到而家你仲見到呢啲問題係慢慢浮現緊。咁就依真你講你意思係咪話都唔知下場幾時打啦？爆咗你先，到時先再算。應該係話，如果我哋做想嘅想睇得去做足球嘅比賽，尤其係港隊嘅比賽嘅話，其實呢啲問題即係始終都要解決嘅。咁所以我哋趁呢個機會再彰顯呢個問題嘅次咯。係，仲有20秒啫，我都簡單問一問你先。球迷嘅角度，韋斯會要走啦，你有咩感想啊？呢啲決定咗啦，咁樣做咗決定嘅，咁就係一個好嘅決定。有一個好嘅決定啦，你覺得本土教練定係外國啊？呢個問題，我自己都係足球教練嚟嘅，咁我無論如何，就而家就希望快啲開咗個招聘程序先啦，係啦，3位你即係你本土定外國教練都係難做。捉到老鼠都係好貓啦。好嚇，咁啊多謝恒仔同你傾到呢度啊。機會嚟啦！好想睇由 Perdori 呈獻2025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咧！而家至12月10號到 Perdori Faces 門店買滿指定金額，即可獲得門票1張，帶埋任何2個 Perdori 護膚品平到門店回收，即享500蚊優惠添。另外買滿1000蚊，仲可以參加扭蛋遊戲1次，都有機會獲得門票1張㗎。詳情留意 Perdori 嘅 IG 同 Facebook， 領住入場投票打氣啦！Esso Smiles 積分換汽油，今日開 Esso App 用積分換走268蚊 Esso Supreme Plus 電子有血1張。